今日嚟到我哋睡眠系列嘅最後一集啦，錯過咗嘅朋友可以睇返我哋之前嘅影片。今日咧，我哋同大家講下4個睡前好習慣。我知大家都好鍾意玩手機，原來香港入邊有超過40%人臨瞓之前都仲玩緊手機㗎。你係咪其中一個呢？其實電子產品入面嘅藍光係會影響褪黑激素嘅分泌㗎，所以建議大家臨瞓之前嘅半個鐘就唔好玩手機啦。好多香港人因為瞓得唔好而要飲咖啡提神，但係要留意返攝入過多嘅咖啡因係會擾亂我哋嘅生理時鐘，然後又令你瞓得唔好，造成一個惡性循環。所以應該盡量少飲咖啡因嘅產品。如果真係要飲，都應該避免下晝或者夜晚去飲嘅。大家都知道適當嘅運動係對身體好嘅，但係要避免臨瞓之前做劇烈嘅運動，係因為運動嘅時候我哋身體會產生腦內啡，會令你更加精神，反而難瞓啲。所以我哋建議臨瞓之前做啲較輕鬆嘅伸展運動，例如拉筋或者瑜伽。最後瞓覺之前3至4個鐘內唔好食嘢，等身體有足夠嘅時間去消化。同埋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飲水嘅重要性。不過臨瞓之前就唔好飲太多水啦，避免夜晚要去洗手間，打亂我哋嘅睡眠週期。所以瞓覺之前1個鐘嘅習慣係非常影響睡眠質素㗎。我哋可以放低手機，改為聽下音樂、睇下書，又或者同屋企人傾下偈，放鬆一下，俾身體一個需要休息嘅signal，然後再去瞓，咁就會瞓得好啲㗎啦。同時，亦都可以擴香精油，例如薰衣草，幫助提升睡眠質素。當然，你亦都可以利用 Young Living 嘅營養補充品，例如新推出嘅 Super Magnesium， 幫助你減輕日間嘅壓力，配合 Deep Night Essence， 支援你深層睡眠。雙管齊下，要瞓得好，絕對唔係難事。我哋1連4集講咗好多關於睡眠嘅知識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瞓個好覺嘅重要性啦。最後同大家玩埋個小遊戲，啱啱講咗啲小貼士點樣幫助自己瞓覺，不如你哋講下你哋點樣幫自己瞓得好啲？留言同埋分享話俾我哋知。最具心思嘅答案可以獲得 Shut Away 複方精油1支。最後祝大家晚晚瞓得好，拜拜。